后来过来，这是全国的头一例，妈妈注过 AZ 疫苗了后饲无能，这个小宝宝煞来死亡。这件事发生伫个云林的虎尾，这个34岁妈妈昨下晡去注预防射，昨暝11点外饲2个月大的查囝来食无能，到半暝3点发现讲查囝的面有打起的淋泡甲血丝，赶紧送病院来抢救。 救无倒来，妈妈怀疑是因为伊去注疫苗，疫苗透过母奶饲互囡仔啉，才造成不幸。也毋过妇产科的医师认为是应该无关联。疫情指挥中心讲会找专家调查清楚。 影片当中，2个月大的查某婴真古水是规家血压的心肝宝贝。不过，伊伫今仔日透早，互妈妈发现透冷，而且佫有血，倒伫眠床顶无叮当。嘴角这边、衣服这边也都是血。对啊，送去医院就来不及。 查某囝的衫、枕头佫有西部，拢也有血。妈妈真伤心，怀疑查某囝的死和注疫苗有关系，因为伊是虎尾镇出线所的员工。昨下晡4点外伫虎尾继续注疫苗，下班了后暗时11点外饲囡仔啉母奶。透早3点起床，发现查某囝的面有打起的冷汗血，赶紧将查某囝送病院抢救，2点钟要是无开。现在是怀疑说是不是疫苗？看起来是没有挣扎的痕迹，对，然后手套也都戴得好好的，没有掉啊，是不是间接造成的？不晓得。妈妈讲注疫苗之前，佮问医生有饲母奶，敢会使注疫苗？医生讲会使，伊才注。想袂到注完饲母奶，查某囝就雄雄过身，怀疑是疫苗透过母奶，互查某囝啉着。不过妇产科的专家安尼讲，有打 AZF 的疫苗的话呢，他的妈妈呢不会将这个疫苗里面它是产生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的反应。那免疫系统反应的话呢，这个反应的物质不会导致呢胎儿的影响或是死亡的发生。查某婴死和妈妈注疫苗到底敢有关联？饲母奶敢会使注疫苗？中央会伫接到详细的通报资料了后，找专家做回来调查清楚。